今日上到嚟呢個下環區457萬，我哋可以買到個原木裝修880尺正式兩房，望翻正前方就對翻街。我哋望一望呢度全部到頂櫃做晒，日式原木裝修。咁呢間屋咧就分兩邊嘅，咁呢邊咧就客房，呢邊就主人房。我哋先望呢邊客房先。咁880尺個空間係絕對夠大嘅。咁你見到啲房間空間3面落床全部做到，善用埋窗台。咁呢邊有個客廁啊，可以望埋個裝修。咁經過呢一邊咧，就會經過飯廳啦，再行過嚟呢邊咧，就有個獨立式嘅廚房可以睇睇。廚房個空間係絕對夠大嘅。咁我哋可以望埋呢邊啦，個主人套房。咁喺呢一區，如果你想揾一個880尺兩房電梯樓，非常之難。最講嘅價錢先至係450幾萬，包晒全屋裝修。呢間屋最少都40-50萬裝修。有興趣嘅話，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呢間係順情雅銳 F 單位，再見。